正道。人生是本难念的经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伫圣主日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伫敬拜时，阮特别将阮一生的事来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，为着你的名，带阮行去的路。对春天到冬天，对年头到年终，对少年到年老，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敬拜你到代代无尽。主，阮伫你的圣殿要听上帝你家己的话，恳求上帝你的神叫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将你要改变阮生命的感动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赏赐伫有需要的人。恳求主你圣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听讲道，也领圣餐。愿主你互阮生命的杯得到满满。愿阮亲像历代的正信徒，因会当按上帝耶伯的事，对心中讲出感谢的话，讲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今仔日的礼拜真做一个领受恩典、得到坚固、勇敢壮大，为着你的名，伫阮的人生中间征战好的征战。主，阮伫你面前静静听，阿爸天父，请你来到阮的中间，互阮知阮属伫你。阮伫你的面前要听上帝你的话，求你保守。互所有对阮的教导，无入到阮的心，无伫阮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每一个你的囝儿、查某囝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足出名的牧师，若要讲，我嘛真欢喜甲恁介绍。伊是我无缘通亲自听伊上课的老师。但是伊影响我一生足大，伊的名叫做巴特牧师 （Calvert）。伫阮受信啊教育的人，无论我这代、我顶一代，佮心爱少年的一代，因拢知影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影响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大。伊就是活伫希特勒屠杀犹太人、发起世界大战迄个年代。伊影响足侪人，伊嘛写足侪伟大的著作，所以伊的思想帮助甚至伫监狱内底，互人关伫监狱遐个失迷的人。伫年老的时，有人问伊讲：“老师，你敢会当甲阮讲，伫你一生到人生最后的时，你敢会当用一句足简单的话甲阮讲？”信仰上宝贝是什么？伊笑笑，伊讲：“我会当用一首圣诗来表明我一生的信仰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拄则所唱迄条397首。耶稣听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那虽然将耶稣的听有体上，感谢主。咱会人对你细汉的时阵，就会晓这首诗歌。这个老牧师已经过身了，伊用这条诗歌来表明，伊讲我一生研究圣经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这个人是一个极有逻辑思考、极具有信仰哲学训练的人。伊最后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亲像一个细汉囡仔。伊将遐足深的、足抽象的信仰的观念，伊甲伊拨一边。所以最后有写一本册，其实毋是册，是伫伊年老最后一摆会出外的演讲，伫美国，
伫一个神学研讨会中间，伊所讲的迄个内容，后来互人写做甲伊收集成做一本册，叫做《福音的神学》。就亲像今仔日伊所留互咱即个故事讲，伫我的一生中间上重要就是我知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牧师将即种的信仰，伫恁要个年轻，甲恁讲，愿考报着即个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对一生的即种信仰的欢喜，会当甲咱正兄弟姊妹相甲伫地，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，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约伯记是整个42篇。约伯记是一个足深的圣经旧约内底一本足深的一本册，伊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咧讲起人生甲苦难甲人生。约伯记伫伊的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有讲到4字：人生在世，人活伫这世间，人出世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要用这句的圣经，甲咱做伙来进入祈祷，进入思考。你好吗？你感觉人生在世？你感觉幸福吗？你感觉你已经找到你真清楚人生的舞台吗？你敢有真清楚欢喜？你真做上帝的囝子吗？人生在世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，因为今仔日这个祈祷会影响你甲我。也渴望这个祈祷会影响你甲你的囡仔，也渴望你的囡仔当将上帝所赏赐世间极其宝贝，就是幸福的人生，放伫恁的家族到代代无尽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题目。顶礼拜牧师甲恁问讲，人要怎样明白上帝美好的旨意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并无一定真注意。真清楚，真敬畏，通遵守上帝所予咱的圣经的教示。顶礼拜咱咧讲起一个基督徒要怎样通过信仰来认识上帝的心思意念，但是伊的背后最要紧就是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了后，要互你的人生才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所以这礼拜牧师要继续这个题目。因为人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，恁同意吗？你讲牧师啊，袂啦，我足快乐的啦。感谢主，恁也是一个这种天公仔囝无咧烦恼天悬天低。感谢上帝，你就照着这种的运势，继续过你这种的欢喜的人生。但是多数的人，人生一个足宝贝的功课，不简单，所以。咱的通俗的话则讲，家家有本啊啦。主啊，我今日将阮交一个足困难的一个人生的功课，我交伫你的手中，这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但是上帝甲我讲，你的手中有一本足歹读的经，就是困难苦难，亲像约伯啊，你来交互我，我将圣经甲你的苦难的经、人生的经，甲你夹做伙。你甲变过来，以前你看到你家己的困难，但是你甲变过来，你看到圣经的福音，或者恁愿意安尼嘛？恁愿意恁的人生是将这个艰难来到上帝的面前讲清楚，然后上帝甲伊夹做伙变过来。你以前看的就是过去我是一个歹命囝，我是一个足孤单的软弱，受尽人生最的苦痛。但是今仔上帝甲我变过来讲，我的宝贝囝，我要甲你相甲伫地。你就忽然会当亲像代表讲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呢，伫我的对着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恩赦呢。你用由我的头壳，互我背抹出来，稳定甲慈悲，要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现在上帝将苦难改变做一个智慧甲经历。你愿意今仔圣经帮助你吗？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约伯伫圣经中间，是伫旧约中间，人类的历史中间，互人尊称叫做一个圣人。
因为伊伫患难的中间，犹原坚持伊的信心。所以约伯记42篇中间是一个足哲学性，也是讲足存在主义，就是存在。我为什么会拄到这个？是因为我做唔对吗？唔是，因为咱的列祖人类伫上帝创造中间，因为离开上帝，所以亚当所留的咒诅对祖先到子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斟酌做祈祷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甲恁分享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人生在世。圣经怎样讲咱的人生？人一生活伫这个世间是不容易的课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互咱亲像大笔，伊讲我一生摇花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。伊个就是一暝通暝有流目屎，但是安那就要欢喜唱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当亲像大笔，嘛会当亲像圣经中间历代仰望的上帝稳定性手的人。所以咱继续顶礼拜会祈祷，我要怎样明白上帝伫我一生的旨意？伫我拄着困难的时，我要怎样？耶和华敢有可能伫我拄着危险、艰难、压迫、困苦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甲我摆设恩赦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人伫一生，人出世，人生在世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也愿咱真做一个用智慧的心、用圣性的帮助来思考。我要怎样用我上帝所赏赐我的圣性来面对着我所拄着的困难？而且咱人生拢会拄着艰难，无拄是咱的唔对。是咱生活伫这个环境的中间，这个世间是一个无完全的世间。所以人甲人彼此中间会有真多的问题，但是咱要怎样？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甲稳定来赢过这个问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勇壮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得时不得时，咱拢举手安尼。个别咱的信仰讲，耶和华是我一生的稳定，耶和华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。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相信耶和华要赏赐及时的帮助，甲伊的人民恩惠。愿耶和华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咱一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第一个祈祷，我要甲咱思考的就是：你伫一生中间，你的人生怎样？我好吗？我应该怎么样才会更好？第二个祈祷，牧师要甲恁做伙想的，就是祈祷，就是将你思考了后，将你家己的一生来甲上帝讲。因为这个约伯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，虽然咱所读的是第5章，但是恁若愿意，恁会当读几本；若无，恁上少当读第38章以及42章。耶和华伫风影的中间，伫大风的中间来对约伯讲话。伫咱人生的困难，上帝有时无甲咱讲答案，但是上帝会甲咱讲话。伫迄个约伯甲上帝讲话的时，通常上帝拢无予约伯正面的答案，但是上帝用真多引导的方式，问真多问题。就亲像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咱要怎样用信心属灵的画面，静静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今日所拄着这个困难，我就怎样？耶稣若是你，你会安怎做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会通问上帝讲：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，你要甲阮讲什么？第三个祈祷，牧师要甲恁做伙想，就是要鼓励咱用祈祷认真。为着你的将来甲你的生活，恭敬祈祷。主，我将我的性命摆伫你的面前。主，今仔日我要领圣餐，我要首先将我手中这个空虚，我要伸出我这个
空虚的双手。主当牧师咧主持今仔日的圣餐的时阵，主啊，求你将你丰盛的杯通过张罗，甲放伫我空空的手中。看这认真将咱的生命人生在世，将你的生命认真来仰望，求天父上帝来祝福。这就是今仔日三个祈祷。愿咱首先来读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第5章第6节到第9节。虽然这段圣经不是约伯所讲的话，但是这是约伯甲一个叫做以利法，伊的好朋友。当约伯拄着艰难的时阵，伊的信仰的同伴兄弟会用真侪上帝的话来考抗。有时约伯听拢袂落去，因为这个人讲的话是责备甲真严苛的话。但这话拢代表是约伯伊伫这个苦难中间所写出来心灵的信仰个变。所以这段话中间有一个足特别的字，叫做“人出世”，这是白话字的翻译，咱的台湾话的翻译。你若读和合本的圣经，伊应该就是4字：人生在世。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日若咧听讲道，你都要知影，其实你要活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最红婴仔出世到今仔日，咱问咱家己，我的一生会怎样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讲人出世拄着困难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这是一定的。无人出世无困难，红婴仔出世伫喘气拢有困难，对吧？因为伫妈妈的腹肚内底的时阵，咱知影，这个红婴仔母胎的内底，这个囡仔唔免用伊气部喘气，因为伊我靠妈妈甲伊的这个肚仔大，伊甲伊的妈妈结连做伙，伊所需要的营养分甲伊的空气，拢是对妈妈供应予伊。都亲像一个无犯罪的基督徒，咱甲上帝的关系若足好势，咱唔免靠咱家己，咱的生命是伫上帝的圣神的母胎的内底来成长。但是，一旦人若出世，迄个护士甲这个红婴脚车边拍一下，咱知影第一声会啼哭的声，开始伊的人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对出世的时候，第一个拄到的困难就是空气的压力。当世间的空气入人的肺部，人开始自主性咧喘气的时阵，伊就有真侪无适应、无习惯，一个新的生活来开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人生。但是约伯记伊讲一个真要紧三个主题，就是人，我出世，人生在世。第二，世间的情景，无论是好甲歹，这就是上帝所定。第三，我要将我的事，我一生的事，人生在世，我的事，我要来交代。第三项就是交代对象上帝。所以这段圣经有三个真要紧圣经信仰的主题。我怎样？我是什么人？我的将来。人生的事，第二项，我的事。第三，什么人来掌管我的一生甲我的活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咱将咱的生命交伫主的手中。咱甲主讲，主我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认真来活。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认真来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一生的中间，咱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圣经。每一摆咱做礼拜，咱就得到智慧。圣经中间有5本册，是有关着真哲学性、哲学性、思考性的册。对第一本就是对约伯记开始，约伯记落去就是诗篇，诗篇搁落去就是箴言，箴言搁落去就是雅歌。总共有5本册，搁传道书这个箴言搁落传道书然后雅歌。后壁3本是所罗门写，第2本诗篇是大卫写，第1本就是今仔咱所读的这个经文约伯。这5本经典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甲伊称作一个智慧的文学、智慧的圣经。最重要，伊的主题就是咧讲起智慧。
人生、人甲上帝；智慧、人生、人甲上帝。三项：智慧、人生、人甲上帝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开始咱一生的信仰的路程，特别开始咱的信仰的思考的路程，用感性又用理性，用感性又用理性，理性来解释上帝所予咱所有的情绪，将情绪带入上帝圣经智慧真理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个圣经整个42篇，就是约伯伊伫人生中间所留予后代世间人最大的祝福。伊用家己的目屎，亲像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。约伯用伊的目屎留予后代的世间人，就亲像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留予后代的世间人。目屎甲宝血带予后代真大的祝福。只有荣耀的人才会堪得也是未假。真侪软正的人是未堪得安尼做，但是上帝予约伯的苦难，伊所拄着侪的情景，生出真水。上帝所想出人生在世宝贝的智慧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因为约伯记最重要就是人伫困难的中间，上帝甲伊讲话。那安尼，这段圣经就要超过3500年左右，3600年来到今仔日，你甲我咱的生活中间。3000几年前，上帝任命这个伊的义人，伊的奴仆约伯，伫个中间甲约伯讨论，约伯并无明白讲到底是为什么要安尼。上帝要约伯亲像将伊的苦难用世间人来做见证，通过伊的经历来讲出上帝的心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如果咱若拄着艰难检测，就是你要将你如何解决问题的这种的信仰的态度，教你的囡仔。咱所拄着的困难，有时会成做咱的囡仔将来人生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主题是圣经中间一个上宝贝、足宝贝的一个应允，就是苦难要变做祝福，苦泉要变做甘泉，有无？伫圣经中间咧讲有这个水冲出来，水伫抗旱的沙漠地是苦的，但是上帝怎样是恩典？通过摩西，通过上帝的恩典权柄，伊予伊个苦泉变甘泉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这个上帝是一个会当改变人的人生中间的欠缺、灾难、困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约伯记第40章第6节、第7节，拄则我有讲，7节到38章共款拢有出现。这段圣经的记载讲，耶和华伫风台伫大风的中间来回答约伯，伊讲你着勇敢亲像勇敢壮胆。你就亲像勇士下药，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这句的意思是安尼，上帝并无讲我甲你讲，无。当这个风台旋风，就亲像人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困难灾厄对敌，所以这个旋风是一个象征性代表，将来后代所有人伫人生中间会拄着大风大影、乌天暗地。上帝并无直接就亲像给约伯标准答案，耶稣嘛常常无予伊的问答标准答案，因为问伊讲：恁讲我是啥物人？世间讲我是啥物人？恁讲我是啥物人？所以上帝嘛亲像安尼，伊甲伊讲：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所以搁落去40章的尾啊，上帝讲真侪的问题。最主要就是讲，什么人能解决这个问题？什么人能解决这个问题？当然是我。上帝问约伯，所以伊甲约伯讲：你通指示我。其实这个整个翻译通讲，你就爱回答我。通过我问你的问题，
你有一个新的任务、新的标准答案。所以伫忧伤中间，上帝会问咱：你感觉安怎？你想要安怎？所以伫苦难的中间，上帝常常会问讲：你对这样代志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你决定要安怎？然后上帝会将咱的心切起迄个目屎，互咱看到目屎的头前，原来有微微的光，就是上帝所应允甲愿望。啊，这你相信吗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代表就是一个人物这种奥妙的人，所以有真多真特别的诗篇。一首诗篇，咱特别作识的，就是诗篇23篇。这段话常常咱的解说无够深入。诗篇第5篇23篇第5节，伊讲：伫我的对敌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形象。现在你想到的是一个心中的影片的图像。哦，就是咧烧战啊，亲像歌利亚甲这个以色列人咧烧台的时候，有无？伫我对敌的面前，咱通常想到就是这种的场景，这种的画面。但是这个对敌这个字本身，伊的意思就是伫一个生命的关口，伊讲压迫迄个字本身就是 narrow， 愈来愈矮，愈来愈矮，就亲像我的人生愈行愈无路，有真侪捆绑阻挡。其实，伊泛指就是讲，伊基本上就是咧表明，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困难啦。所以对这个对敌，毋是伫这个烧台的对敌，伊是咧讲伫人生中间，互你的人生愈来愈无路通行，这个压迫，这个捆绑甲阻挡。所以伫这种的艰难中间，我的上帝要甲我摆设祝福，就亲像圣餐。这个言写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宴啦。我阁讲一解，恁注意听吼。上帝伫咱拄着人生的中间，伊要甲咱摆设一个是国宴，无论是要出去征战的国宴，还是讲征战都要凯旋的国宴，伊遮尔慎重。所以代表咧讲的这句话有真深的含义，就是讲，当我伫人生的艰难的中间，上帝就亲像伊养饲迄个以利亚，啊，伊伫患难的中间，天使叫伊讲起来，这要走的路途遥远，有无？上帝伫迄个拄着艰难的以利亚，这个困难的中间，上帝天使互伊伫山洞的内底叫醒起来，想随伊属灵的恩赦，然后伊去起来行40天，直到摇花的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圣经一个故事一个故事，无同款的情景，其实拢咧讲同款。上帝怎样伫人的困难中间来做有变？你愿意你的一生有恩惠甲慈爱，充满你的人生吗？当然要啊！有啥物人无爱？梁牧师，阮来找耶稣，目的就是安尼啦。是，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通来到上帝施恩座前。会记得，当你伸出空的双手的时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将福杯满满的杯，稳定的油，我伫我的头壳顶。愿天父上帝所显示咱今日所读新约旧约，佮有金句启示录，毋是启示录，启应文。所以，姊妹，咱的礼拜中间，无论是圣诗、启应文、新约旧约的读经以及金句。读礼拜一定是环环相扣，所有遮所读所念的诗，拢是这礼拜中间的真要紧的咱的祈祷的主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要把这本经，这个苦经改做圣经，这好唔好？主啊，我要将我人生的苦经扣掉啊，改变做福音的圣经。圣经的福音，好冇？咱信耶稣就是这种的经历啦。咱若无安尼，咱要创啥？所以有一本册，恁若爱看，恁会当买来看。伊是我捌甲恁介绍一个叫做卢云，这个神父，伊伫晚年拄着躁郁症，不是躁郁症，忧郁症。伊晚年的中间，伊拄着真侪精神上的这种的情景。伫伊的困苦中间，
后来上帝讨办，互伊重新佫活起来时，伊写一本册。伊讲上帝将我哀哭变为跳舞 ，turn my murmuring into dancing。伫苦难的中间看见愿望，伫忧伤的中间看见愿望，足水足水。其实这本册的册名，互我想到大便，一树必有哭泣。啊来咧，阿门。林比牧师佫较好啊，林比牧师佫较记条圣经。牧师到这个年纪有当时有写过，但是向用讲头前一句，后壁迄句会煞空白。主帮助咱，上帝话永远无空白。主帮助咱，所以第二个祈祷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邀请，咱做伙来经历上帝，咱带咱的囡仔来经历上帝。伫咱人生中间所拄到的艰难的经历，将你人生的事来甲上帝讲，就亲像拄则咱所读的两段圣经，约伯记第5章以及约伯记第40章，上帝伫疾风当中，伫这个飓风当中，伫这个台风当中，上帝伫人生的中间大风大影，上帝对约伯讲话，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允准咱问伊问题，上帝嘛会问咱问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找上帝。昨我伫查经班中间有讲到昨足特别的我的感触。昨暗要食晚餐之前，有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过去伫咱教会出入伫咱的课后辅导的一个囡仔，伊忽然做一个梦，伫梦了伊就卡来，我接到，牧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，足快乐，我足欢喜听到。伫咱教会大汉的，毋是咱遮主要的囡仔尔，就是包括咱的白天晚上所有每一个孩子。这个囡仔讲，牧师，我想要找陈牧师，我就把电话接给陈牧师，然后陈牧师听了甲我分享。原来这个囡仔在梦中梦到陈牧师，他梦到了，好像孩子梦到了自己的妈妈，伊就打电话倒来甲陈牧师讲的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。我们曾经一起成长，我们的关系就充满了爱。兄弟姊妹，你偌久无打电话给上帝啊？杨牧师啊，上帝也无咧用电话啊。你偌久无祈祷？有啊，牧师，我逐日拢咧祈祷。你安怎祈祷？咱教会有一个足可爱的连启信，伊足够跟爸爸安尼有足特别的迄个足特别互动。有一日，伊无爱倒去厝，下晡礼拜了，爸爸来要带伊，伊都咧啉果汁。我听讲的，我无看到。这个果汁摕咧啉，看到爸爸来了，伊摕这个果汁，然后闭安的，把这个果汁摕掉了，甲爸爸闭安的。您看有这动作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甲上帝闭安的吗？上帝我爱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是真的，咱的信仰是足生活的，将咱的事来甲上帝讲。上帝是绝对、绝对、绝对咱的帮衬，上帝是绝对、绝对、绝对咱的倚靠。愿天父上帝帮衬咱，伫咱中间有人健康，有人无健康。上帝照顾你甲我，咱今仔日做伙做礼拜，但是上帝嘛照顾迄个长大条脑筋，规个头壳拢总血，然后医生佫爱甲骨佫摕掉。好好将遐血水吸起来。黄宏仁，伊会这礼拜打电话甲牧师讲，牧师你代替我甲教会兄弟姊妹多谢。有真侪人伫医受治疗晕机到耳机，有真侪天使伫伊背后替伊祈祷甲帮助。宏仁的状况超乎想象，有改善。所以伊也有可能做复健，
所以伫即礼拜拜四，伊会直接要甲伊转到园林一间复健中心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无论健康无健康，咱的上帝拢是咱的帮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第2个主题讲：我将我的事交代上帝。或者今仔日的圣经就是要鼓励咱，正做一个常常祈祷、信靠上帝、常常祈祷的行志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这个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是成就代志，你是成就大事，大到袂通测度，奇事算不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经历着上帝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真国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伫人袂话，但是上帝伊会成就。你相信吗？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讲：主啊，我的信无够，你帮助我，互我慢慢经历。所以今仔日遮的圣经一直到这个回到圣经的时阵，互我想到大卫有一个土气，兄弟，咱是土苦接，还是欢喜的土气？伫咱的人生有两种的赞叹，一种的是真辛苦，咱就唱哭调啊；但是另外一种是懊恼甲赞叹。大卫本身是一个真熬懊恼上帝的人。愿咱看伊写伫诗篇第16篇，伊讲：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我得到满足的喜乐；伫上帝的正手，我得到永远的福气。兄弟姊妹，背起来，常常宣告，常常宣告。耶稣摕5块饼2尾鱼，伊夹啊往天祝谢，迄个祝谢就是一个宣告。伊祝谢这个生命，要对忧伤变欢喜，对忧伤变跳舞。所以，当咱伫上帝面前的宣告，上帝将伊改变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亲像大卫，伊伫伊的诗篇30篇中间，伊讲到一句话：我的上帝的稳定，是我一生的稳定。阿们吗？咱甲上帝讲：上帝我知。但是我要真正得到，上帝我知圣经的应允，但是我要真正得到。兄弟姊妹，不是牧师有能力通互人，不是。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祝福。你捌听过这种的祈祷吗？师会常常的祈祷，讲互讲的听的得到祝福，包括牧师，当伊要讲道的真正的祈祷，讲我要讲互人听，但是我嘛要得到。愿听到的人嘛得到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诗篇30篇中间所讲的这种的关系，就是一个老爸和囝的关系。老爸为着囡仔所备办的祝福，所以伫这个所在讲，一树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同美提靠，伊讲同美提靠，日时就要欢喜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的话超过时空，伫2600年的咱会通得到上帝。最后要结束进前，牧师要鼓励咱，伫今仔日开始，莫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咱认真面对你家己上帝所赏赐你。所以每一摆生日的时候，牧师拢会安尼祈祷讲：求主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算数我的年日。你会记得无？这就是代表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当算数我家己的年日。认真面对你的一生，唔免惊困难，因为困难的时刻，咱要看到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新约有2段。伊拢讲到生命真光，耶稣讲：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既然就近我的人，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，伊讲：有真的光来到世间，得救万人；有真的光来到世间，得救万人。你会当甲伊改变安尼？伊讲：有真的光来到我的
生命中在光照我。你当将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安尼改变做你的祈祷。有真的光就是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这个世间的光，伊要进入我的生命中，要进入我的家庭中间，伊来照我所有的家族甲我的亲人。阿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伊讲，既然属于上帝的囝儿，因的生命就要得到光，因的一生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兄弟，跋倒无可怕，上重要伫跋倒的中间，咱的态度怎样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求你带我，互我脱离黑暗。因为耶稣就是人伫困难的情境中间的帮助者，所以耶稣就是咱的大牧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现在这3项代志是咱认真面对你的人生、人生在世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人生在世，真理算什么？道路算什么？活命算什么？时间的缘故，牧师就先甲恁分享到这。愿圣神带恁，成做一个捌上帝心意的基督徒。愿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，对年头到年底，咱慢慢，一喙，一步，咱来行幸福的路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我要将阮的心门用你来拍开。主，伫你圣神的带领，圣经的话光照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门用你拍开。伫这个心门的内面，有真正的我。主，人生在世。这是今仔日礼拜中，我要对你问生命的问题。主，我嘛要伫你的面前真坦然，将我人生在世所拄着，这时刻我所拄着的情景，我要伫你的面前诚实徛伫你的面前，邀我求你。怜悯每一个用你拍开心门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改变阮的生命，修生对阮的灵魂，对阮的思想，然后享受阮得胜的快乐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决志，恭敬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